2025年，勵進教育中心繼續透過多元活動，幫助香港青少年認識中國歷史、文化同國情，從小建立正面嘅價值觀同國家歸屬感。以下係2025年主要工作回顧。中心以國情教育為重點，持續推行國家發展知多少計劃。我哋邀請咗港區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以及專家走入學校，與中學生同教職員交流，用最新嘅事例講解國家喺政制、法律、文化、社會、創科、青年就業、環境保育等領域嘅規劃，讓大家掌握國家發展脈絡以及香港喺一國兩制下嘅獨特優勢。全年舉辦超過200場校園講座，吸引5萬幾名學生以及教職員參與。其中，怎樣保障國家安全、中國創科之路、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機會等題目最受歡迎。為鞏固青年國家安全意識，我哋繼續舉辦國家我全港校際及團體短片製作培訓及比賽，有超過120名嚟自20多間中學嘅青年參與。佢哋先透過講座同反恐演習學習知識，再將所學轉化成參賽短片，展現對議題嘅思考同創作力。喺教師培訓方面，中心承辦教育局嘅鞏固法治教師專題講座，以及憲法、基本法及國安教育培訓課程共18場，超過4500名校長同教師參與，協助佢哋更深入認識香港憲制秩序與法治精神，教導學生守法嘅重要性。同時，我哋一直重視提升香港教師對國家發展策略嘅認識。2025年共舉辦咗3個內地考察團，共120名校長以及教師參與。由教育局主辦，本中心承辦嘅中國南水北釣之旅2025，帶領參加者實地考察跨流域釣水工程。同年，我哋亦新推出國家電網之旅2025，安排參加者走訪多個供電設施，認識智能電網運作及新能源技術。而中國神華能源之旅2025則前往四川參觀水電設施，將現代能源成果轉化為教學案例，激發學生對新能源嘅興趣。隨住科技日新月異，我哋首次承辦教育局嘅智啟未來人工智能發展探索課程，3場講座吸引超過750名教師參與，講解 AI 對全球、中國及香港嘅影響。之後更有40名教師參加大灣區考察團，走訪頂尖科技企業同機構，讓參加者了解 AI 喺教育、產業及社會嘅實際應用。中華文化傳承方面，我哋繼續星島集團星星講故事計劃，2025年推出22個文學家、美術家、表演家嘅動畫故事，由名人聲演不同嘅故事，總瀏覽量超過20萬次。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喺同齡同心慈善基金嘅支持下，全年有43個活動成功獲得資助，活動涵蓋閱讀、工作坊、考察團等多種形式，幫助學校以及團體推動中國歷史教育，培養學生嘅愛國愛港情懷。為培養幼童對中華文化嘅學習興趣，我哋舉辦咗第2屆唐詩童誦普通話朗誦比賽，吸引近450名幼稚園學生參加，讓佢哋喺朗朗書聲中傳承經典。2025年，承蒙各捐款機構、中心榮譽會長及社會各界嘅鼎力支持，中心得以順利完成多項重點工作，持續深化中國歷史、文化及國情教育，協助青年加深對國家嘅認識與連結，進一步提升歸屬感。